兄姐平安，礼拜要开始，请咱备办心，请走入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。即时，咱来唱圣诗，圣诗第18首。我心学了上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我心我的兄弟，主人仰望给背，天地万物撒开影响，我乐一段尊名，就把传统追求将大海观锁，黑明一大光亮阳光，因爱公义交织，我心我的兄弟，世间艰难的病。空中归鸟迎夕出响，我乐一段尊名，溪水草木青翠，寒花带起个水，日光就来凉风吹来。共听一段云南，我是我的兄弟，平日本对一个，虽然派代暂时重用，公义稳当得胜。全国领导的主，我尊的自由，天的高位下做一个勇敢归的兄弟。咱用四读圣经来告别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
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因母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当做日全两个白上帝大病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上通最赦免，有这个活，永远的光明。请坐，这是咱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欢迎圣神伫咱的聚会当中做感动的工课，也互阮会当透过圣诗、祈祷、信息，甲主有美好的团契，享受主的同在。天父上帝，阮嘛感谢你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的爱吸引阮归向你。但是阮常常伫黑暗中得罪你，伫无知的当中得罪你。求主拄起阮肉体软弱，脱离卑微的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想使救主耶稣成做阮万福的本源。求你用宝血洗净阮，求圣神搁一摆更新阮，恢复阮甲你中间这破碎的关系。求你也高我你摕来的使者，互伊所讲出来的话带有圣神的能力，句句针对人的心，满足人实际的需要。也求主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耳孔，藉着你的仆人的正道，丰丰富富伫阮的心，互阮会当真侪尊叹主话语，搁蒙福的人。愿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这是我的报告。本会消息第一点，本主日8月28号、8月29日，主举行2021年第3次圣餐礼拜，敬请全体陪传会员遵守圣餐动物主恩。第二点，由昌教会公告，指挥中心宣布8月24号到9月4号防疫犹原维持伫第2级。本会所有的实体聚会会恢复，实体甲线顶咱拢会做伙进行。说明如下：本会已经得到内政部每厝100人以内伫室内的聚会，比主日礼拜的部分，8月28号拜六下晡6点请从实体礼拜80人以内。第二小点，8月29日礼拜，教会主堂上午8点，台语礼拜；上午10点，华语礼拜。实体甲线顶的礼拜拢有在进行。第三小点，8月29号礼拜，第3场的华语礼拜，敬拜中心迄边实体礼拜嘛共款伫80人以内。4圣歌队的部分，各圣歌队主日礼拜暂时无献诗，周间会当有练习，犹原爱照防疫的规范来进行。伫国务区小组会当使各组的状况，会当伫实体小组还是伫线顶小组拢会使。犹原爱有防疫的规范来进行。若有需要要用到教会空间，爱事先向办公室提出申请，会当来提早配合。因为本会空间有限，儿童牧区犹原维持伫线顶的聚会，敬请家长会当协助甲配合。F 本会早天祈祷会上午5点半到6点半，实体聚会。据本会伫拜3的祈祷会暗时8点用实体聚会。H 中保大岛的事工对9月份起恢复复赛。曾爱玲社区的照顾关怀点，咱对9月7号拜日起有条件恢复
聚会爱事先报名。即其他的事工的活动，咱依照防疫的规范甲实际状况，家己来决定实施的时间甲方式。以上，敬请兄弟爱留意甲配合。第三点，本会伫9月5号礼拜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典，要接受洗礼、建设礼、小仪洗礼的，伫本主日前往办公室报名。无参加幸福小组的，爱需要上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。第四点，下周主日9月5号下晡3点半，伫主堂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集会，敬请全体中集出席。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。第五，本会2020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的奖励金开始申请啊！既然规定有符合标准的，伫9月12号前提出申请。9月16号暗时8点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查。本会伫9月19号颁发奖学金。第六，幸福小组全球线顶的演习会伫10月2号到10月23号4个拜六。对透早的9点半到下晡4点举办，费用1200块。假使伫8月31号前报名的早鸟票800块。教会补助依规定提出申请，请国务区的小组伫本主日往办公室报名。第二，具体消息。第一小点，行政牧区伫本主日下晡伫安牧师的厝要召开小组长会议。敬请牧区小组长准时出席参加。第二点，儿童牧区伫9月5号下晡1点半到3点半，要举办 Back to Church 升级版的礼拜，地点伫富堂。迄天的透早线顶的礼拜，要甲下晡的实体礼拜，所以有内容足精彩的，欢迎小朋友拢会来参加。第三点，宪歌队选举第一小点，上年宪歌队伫9月2号拜四的上午8点半要举行后届的干部选举，敬请关心甲带导。第二小点，妇女宪歌队伫9月4号拜六下晡的8点半举行后届的干部选举，敬请兄弟关心甲带导。第四小点，合作社昨项贷款专案利率零趴，对今仔日到合会每学期的逐项贷款的额度额满为止，停止受理申请。欢迎伫本国的政府立案的公立私立的学校社员有意愿贷款的，咱会当往合作社来洽询办理。教界的消息，来请牧师。咱高北区伫今日下晡3点，要伫中央教会举行咱高北区区长甲干部的改选。咱教会要派牧师甲新任的第2长老要参加敬请咱带导。第二项就是咱本会出身的陈信昌牧师，要伫8月29上午10点伫咱中会中兴教会举行受职感恩礼拜，愿主祝福。以上。即是咱来共读圣经。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。恁来看，我来共读。佮讲，某人有2个囝，迄个第2个甲老爸讲：“阿爸，将我应得的业分互我。”伊的老爸就甲因分家伙。过无几日，迄个第2囝一直收拾伊的物，出去远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，毁坏伊的业。已经顺了了，拄着伫迄所在的大饥荒，伊才知欠缺的艰苦，就去
我迄所在的一个百姓，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，爱将猪所食的豆粿只要，也无人互伊。伊请我就讲，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，绵牛食有剩，若是我伫遮要枵死啊，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，甲伊讲，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担了后，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，着互我亲像你的长工的一个，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。3日遥久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，就怜悯伊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亲。囝就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面前，担了后，袂堪得叫做你的囝。若是老爸对遐个萝卜讲，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，煞甲伊穿鞋，也牵迄只肥的牛囝来抬，咱遮来欢喜。因为我即个囝死有过活，死了有过得着，因就三甲欢喜。迄时，伊的大囝伫园内，转来要到厝，听见作乐甲跳舞的声，就叫一个萝卜来问伊的代志。伊甲伊讲：恁小弟来了，恁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转来，所以杀迄只肥的牛囝。大囝受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劝伊，伊甲伊的老爸讲：你看，我服侍你遮侪年，拢袂捌误了你的命令，你也袂互我一只羊仔囝，通甲我的朋友三甲欢喜。总是你即个囝交陪长期一尽破坏你的业，一下转来，你就为着伊杀肥的牛囝。老爸就甲伊讲：囝啊，你常常甲我伫地，凡我所有的，拢是你的。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过活，死了搁得着，咱应该着欢喜快乐。以上，即是讲到咱请安牧师。各位长者、各位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甲隔壁讲，看到你真欢喜。哦，真久无看哦，咱实体礼拜已经进行第2礼拜啊吼。咱常常会招朋友会食饭，啊，这个食饭会中间讲话交陪，总是通过食饭交陪迄个感情以外，佮食饭佮有啥物功能呢？咱台湾人若要讲生理场，就爱安那，爱食饭，伊生理场遐好讲话啦吼，啊好参详，啊食饭食了好食的，心就开，订单就签会落啦吼。总是，佮有一种食饭，伊嘛有伊的功能。啥物功能呢？你敢想会到？食饭佮一个功能，就是除了食饱以外，就是相亲啊，有无？PPT 给我。相亲啊，男女之间有通过食饭哦，找到好姻缘啦吼。所以，无论你是食饭是讲生理，还是食饭相亲得到好姻缘，这种人讲食饭吼，毋是干食饱尔，伊阁有一寡附加的价值伫的吼。不过今日咱透过即个经文中间，大部分咱若看到即个龙主回头，咱拢会讲到龙主回头，即龙主安怎回头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就讲到老爸安怎仁慈怜悯即个囝，对不对？不过今日经文会讲到另外一个角度，食饭啦。你来看这经文的尾半节，老爸吩咐萝卜杀一只牛公啊，来欢喜宴乐。正是
咱毋就注意到几个意涵无？第一个，这大汉后生知影老爸为了伊的小弟来摆这宴席，伊的反应怎样？第二，伊这个细汉囝倒来到厝诶，这老爸有时要摆宴席，讲来大家来欢喜。你有想过无？这个代志发生，甲几个人有关系？算算诶，大汉囝，第二个后生，搁啥？老爸，这个事件就甲这家伙仔三个人有关系尔。为什么老爸要抬牛犅啊摆宴席，请大家来宴席欢乐？甲别人有啥物关系？所以老爸甲后遮大方摆宴席要请大家食，其实这拢有信用的意涵啦。所以今日牧师嘛，毋是咧讲老爸偌仁慈，嘛毋是讲浪子安怎回头啊。咧讲食饭啦，食饭有要紧无？有啦，无食会枵啦，对毋对？总是另外这咱看到，这个细汉囝甲老爸讲：阿爸，我将我应得的业分互我。咱看到这经文的字面，敢若无啥物问题啊。不过你也按照摩西律法的意涵规定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的律例中间，只有老爸过身了后，才能分财产。只有老爸过身了，才会分财产。总是咱看到，伊分的财产有趣味啊，甲咱台湾人个小共款。大囝会当得到老爸的财产2/3啊，咱台湾人安尼。大囝会当得到老爸的财产2/3啊，细汉囝会当得到老爸偌济财产的1/3尔。也就是讲，大囝会当得双倍。就是咱看到，这细汉囝无咧计较伊得到1/3啦，偌济啦。伊甲因老爸讲：老爸啊，我应该得的业分互我。这伫犹太律例中间是违反规定的。若讲较粗俗的，这细汉囝甲老爸咒诅伊的性命。这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不孝的行为，嘛违反当时的律例甲风俗。所以这个囝，你要求老爸分财产，代表这老爸对打开始，伊无阁是这家庭资源的分配者。当这个囡仔细汉囝，伊摕到伊应得的业的时，代表伊脱离这个家族，所以这老爸和这个细汉囝安尼要求，和这老爸伫犹太社会中间正做头夹袂起的一个真关键的因素。为什么？犹太人会问讲：这老爸你是安怎教囝？教到这囝毋知影遵趁迄个有效的道理，甚至伫你还未死前，就要求财产。伊老爸会伫犹太社会中间会用指责，会用踢嘟嘟，认为伊袂晓教囝，所以老爸伫犹太的族群中间是互看轻的。所以了解咱看到，这个细汉囝对老爸的提出的要求，互伊老爸无面子，互伊老爸受人指责，安尼有效无？实在无有效。圣经中间咧讲，过无几日，迄个第二个囝已经收拾伊的物，出去远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。毁坏伊的业，另外这第二个囝放荡，就是放纵家己的私欲，伊的行为无受约束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伊对老爸啊得到伊的产业了，
圣经讲安那，去远的所在，安那离呀放荡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伊开始放荡卖老爸财产的时阵，就代表伊过去伫这犹太族群成长的一点的关系，对伊卖迄个财产迄点已经断绝迄个关系啊，已经否认伊伫犹太族群中间的身份甲地位。所以咱看到，这细汉囝甲老爸的财产卖去外面远的所在放荡。所以咱看到，远的所在到底几对啊？是来讲，伫遮咱看会出，伊远的所在是几对。不过接下来经文中间，你会知影伊几对啊？咱拢知影，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关系并毋是互相接纳，若无互相接纳，佮互相看轻。何况这个细汉囝甲伊继承老爸财产放荡去啊，卖去啊，迄财产迄所在有可能是外邦的所在。牧师，你头毋是讲远的所在是对，无写，无毋对。不过你看到尾啊，经文的脉络，伊去到迄个一个所在，迄个人叫伊去饲猪，而且有小美角出来。什么美角？犹太人照犹太律例，因是无食猪肉，因为因将猪看做一个无生气的动物。为啥讲？因为你也照摩西律法，迄个猪的脚分蹄是无生气。啊，讲到猪，我就爱食万巒猪脚；讲到猪，我就爱食卤猪脚。迄若我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，我就猪脚食袂着，迄是无生气的。迄个去远远的所在，虽然无明写伫对，总是对伊的经文的脉络中间，你看到伊去的所在、放荡的所在，而且路僻的所在，就是外邦人徛去的所在。因犹太人因无可能会饲猪。因为因本身就无食猪肉，所以猪肉伫犹太人的菜市啊伊市场无市场啦吼，所以无可能会饲猪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这个细汉囝将老爸的这个财产落伫这有外邦人的手头，因为伊伫遐放荡去啊嘛。迄犹太人的财产既然落伫外邦人的这手头，那对老爸来讲是极大的侮辱，对犹太人来讲是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就看轻的族群，结果财产佮落伫遐的人的手头，有影？这个细汉囝，伊的财产已经落伫外邦人的手头，代表什么？伫犹太族群中间，无法度去接受伊的行为。这个细汉囝，照你讲，伊就无法度重新倒来到犹太社会重新徛起啊！因为伊安尼做是代表伊咧背叛犹太信仰，所以犹太族群当然无可能接受伊重新倒来。总是咱看到这个细汉囝将老爸财产来放荡来开了的，先讲伊伫遐拄着饥荒。然后这，咱前半年上半年的时，咱台湾欠水，对不对？水库就要打去。若佮继续来无落雨，可能你要去超商买一罐矿泉水，会比你平常时贵几啊倍。为什么？欠水，对不对？总是然后这，迄当时饥荒，有钱就买袂着啊。何况伫迄当时的细汉囝是安那？放荡到无半仙钱，物件得贵啊，佮加上伊佮无钱，有凄惨无？足凄惨。总是另外这咱看到，这个细汉囝开老爸财产开打。圣经讲，
就去徛迄个所在一个百姓，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啦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迄个人找紧即个细汉囝去山里饲猪。所以咱头仔讲到，细汉囝摕老爸财产去到远远的所在，虽往头前无讲去倒，不过后壁，互咱知影，伊去的所在就是外别人的所在。伊到迄个前无路、退无步的时，去饲猪啦。了解，是像咱头讲的，猪伫犹太人的律法的内底是无清气的，可见咱看到。这个细汉囝真正是落魄到无寸，所以圣经讲到，过无几日，迄第二囝已经收拾伊的物，出去远远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外邦的所在。所以这个囝看到第一只豆萁的时阵，咱看到圣经讲，这个细汉囝恨不得摕起来食。你看，枵到这程度，为什么圣经讲无人摕互伊食？这个人找起伫山内饲猪，总是无互伊物件食，互伊牵巴肚。所以当伊看到迄个猪咧食这豆皮的时阵，伊安那枵起来。这互咱看见，原本一个好囝的细汉囝，会当开所有的老爸财产好、爽快、欢喜，食了饱当当。到现主时咧。连看到猪食的物件，伊就枵啊！这两个处境来对比，是一个足强烈的对比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这细汉囝继承老爸的财产，不但无做好的管家，反倒当把这个财产放荡去。了这咱看到。除了这细汉囝放荡老爸财产以外，其实人嘛捌放荡伫上帝面前。人伫还未认捌上帝之前，人捌放荡；人还未接受福音之前，人捌伫上帝面前捌放荡。咱看到上帝和亚当夏娃伫爱甸园园，上帝安尼讲。园内逐项的果子，恁通随意来食。另外这，迄当时亚当夏娃还未违反上帝的命令的时阵，上帝讲园内的果子拢随意起来食。有丰盛无？丰盛。就是人未珍惜这个丰盛的恩典，人会选择放纵情欲，背离上帝。所以了解伊圣经内底，给我 PPT 好不好？伊圣经有一个牧师叫施布真，施布真牧师伊伫《上帝主权》这本册，伊讲到，伊讲什么呢？无敬虔的人，通常要用上帝恩典做犯罪借口。因通常袂关心、袂注意上帝恩典，所以了解咱看到，一个无敬虔的人，伊袂看重上帝恩典哦，伊也袂关心上帝恩典是啥物。所以你看到，无论是细汉囝，无论是亚当夏娃，也是任何背离上帝的人，当伊要背离上帝的时阵，伊袂想讲，上帝创造我，上帝给我这个恩典，我无应该爱背离上帝，我爱珍惜呢，我毋通做孽呢。通常人袂想遐济，通常会选择迄个放纵私欲。所以了解咱看到，当人无注意上帝恩典时，伊根本嘛无咧插上帝恩典伫伊身躯顶有偌济。只有看到眼前的欲望，了解这细汉囝伊看重的眼前的欲望，我钱摕着，我欢喜啊啦吼！我要开甲欢喜甲有止啦吼！逐工车花宴乐，总是了这样看到。
伊看玉王赢过伫老爸的囝做囝儿的即个位份，较迄祝福。所以咱看到这个细汉囝开尽老爸予伊财产了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台湾咱一开始讲放荡就是安那，放荡就是放纵，无受约束。所以这个囝无愿意伫咧老爸厝来受老爸约束教示管教，伊要放纵家己。所以伊较会摕老爸财产去到远远的外邦人的所在那享乐。所以了解，所以毋但是圣经里记载这个细汉囝放荡无受约束的生活。有时阵咱家己，那咱嘛常常希望咱信主啊，咱嘛常常无顺服伫圣经的真理的价值。外在是咧基督徒的身份，内在是充满了放荡无受约束的思想。亲像司布真牧师讲的，无关心、无注意迄个上帝恩典，迄放荡的生命，亲像细汉囝共款。所以求主怜悯咱的软者。所以了解咱爱学习定睛啊，目睭看上帝予你恩典，看重这属灵救赎囝儿的位份，谦卑降服伫上帝真理的面。所以了解上帝囝儿迄个位份，咱爱看重，咱爱看重上帝予咱迄个救赎囝儿的位份。互咱谦卑降服伫上帝教示，所以使徒保罗伊写批互以弗所教会讲啦，咱做伙来读，预备来。若是恁学习基督，毋是安尼，你若果然听见伊，搁伫伊受教示，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，就是论到早前的一件罪，恁脱去旧的人，就是照引诱人的随欲。得败坏的，搁恁心神换心，像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。所以了解，保罗先生甲咱讲，咱若学习基督，咱就要脱去旧的人。迄旧的人，就是迄个引诱人会随欲败坏的。咱就要心神换心，像迄个新的人。迄新的人是什么规矩？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所以我敬听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确爱熟知的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性，伫咱的生命所造成的新生命。阿门。所以家己隔壁来讲，咱做伙来追求信仰的真理，预备来。有影。咱爱常常用上帝的义甲性来塑造你我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塑造的，毋是外在基督徒的身份尔，对内在生命所活出来的生命见证甲品德，嘛诚做见证主的。阿免。所以，这个细汉囝对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有得罪天甲你的面前，对打了后，袂合你做你的囝。”咱看到。这细汉囝，伊悔改倒来到老爸面前，伊讲：“我得罪天啊！会得罪天是得罪对个天啊！”你也知影，犹太人因对上帝毋敢直接称呼耶和华上帝，伊用天来代表上帝，所以讲伊得罪天，就是讲伊得罪上帝。所以这个细汉囝，伊违背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甲是讲，恁都爱友好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伊违背啊。所以第二，这样讲，我得罪你啊。为什么伊讲伊得罪老爸？当老爸讲我的时阵，伊就要求老爸分互伊应该得的业。也意思讲，老爸讲我的时阵，你敢若酒掺物？紧死死的啦！你爱互我财产，紧互我本的，互我啦！你就趁老爸紧死，安尼有得罪老爸无？有啊！你对老爸生命是个咒诅，总是了解。咱看到
这个细汉囝讲：“我不配做你的囝。”有影，这个细汉囝毋敢奢望老爸会重新接纳伊，互伊甲伊的老爸恢复迄个爸仔囝关系。所以了这对金文的脉络，咱看到细汉囝伊讲哪，伊醒悟起来，了这醒悟就是清醒啊。所以人若单单甲清醒，心思伊的心思若无改变，犹原对旧的代志无啥物帮助。悔改若无重新倒来到爸上帝遐，上帝悔改，悔改毋是讲啊，我进无做歹啊，我行做好，毋是。悔改毋是改邪归正，基督徒的悔改是重新倒到天父上帝面前，照着天父上帝心思意念来行做。所以上帝心思意念的做是包含头我讲的归邪改邪归正，过来就是善悔改。不过咱若只有善悔改、改邪归正，却无倒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真实的悔改，迄是做一半尔。所以人要重新倒到天父上帝面前去悔改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了解咱的信仰中间，咱的确爱常常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上帝爱你做啥，这才是咱一直咧追求的信仰意涵。所以咱看到这细汉囝的老爸，亲像天父上帝同款，用恁的心来接纳愿意归向伊的人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，这细汉囝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。3年还阁久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，就怜悯伊，走去抱伊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直直加针。所以了这咱有看到无？这个细汉囝看到老爸，这老爸还袂听到细汉囝甲伊讲一句回实的话，老爸就走去甲抱，甲伊揽，甲伊针。还袂听到回实的啊，伊就安那先走去伊的囝遐，甲伊抱，代表啥？这老爸主动去走伊遐甲抱，好可见。伊老爸看到这囝是足迫切安那，要用走的方式来缩短迄个距离，来紧甲伊囝抱起来，用上帝时间，用上帝的距离来爸仔囝中逢。所以了解对这经节中间，咱看到几项代志。第一项，这老爸看见目睭看到啊。第二项，怜悯你心动。第三项，行去，毋是倒伫古早行去，是行去伊个囝遐吼。这也讲了无清楚，会向误解。行去伊个囝遐，骹动。第四个，抱伊个囝手动。第五个，直直甲伊针，喙动。了解这5项的动中间，看到这老爸全人呢，拢动起来，规身躯拢动起来。了解这细汉囝，若确实叫心内有醒悟，总是无真实的悔改行动，犹原未得到老爸接纳。所以，咱的信仰同款，咱必须要外在行动配合内在的感动。我讲一届，外在行动要配合内在的感动，内在外在配合起来，才是真实的悔改。所以，咱知影，做上帝听罪人的祈祷，毋是听你祈祷，伊上帝较赦免你。咱是一个罪人，伊有悔改的心，上帝
的心早着下面这个人，所以伊咧处事中间，毋是上帝听到咱祈祷悔改，上帝较下面咱，是当咱有悔改的时，上帝就早着原谅咱。所以这个老爸嘛同款，还未听见细汉囝的会失的认错的时，已经先走去甲伊揽、甲伊斟。对老爸来看，伊早着原谅这个不好囝。所以，这老爸就吩咐罗伯安那，紧紧领上好的衫，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，煞互伊下穿。所以，另外这人咱看到，上好的衫代表什么？上好的衫代表就是囝儿恢复囝儿的地位。第二，挂手指，手指代表囝儿的官兵。另外这过去若要卖土地，你敢知安怎卖？所有的决定拢伫伊的手指顶悬。为什么？手指顶悬会刻命？所以你若要偷迄人的财产吼，除非趁伊困甲夺起来，是无可能会当偷到伊财产。所以手指是代表财产甲官兵的地位。第三，互伊有鞋通穿，代表什么？过去的罗卜是无鞋通穿的，只有囝儿做公主的做王子的，迄个有地位的，较有鞋通穿。咱以前台湾人有无？你若有长工的，你问迄长工的，伊敢有鞋通穿？长工无鞋通穿啦。甲迄个好野人的厝的囝儿吼，较有人穿，迄代表啥物？迄身份的差别啦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对于衫、对于手指、对于鞋这三项，拢咧代表伊的地位甲伊受接纳的记号。所以这老爸安那，就牵迄只吩咐罗卜牵一只肥的牛来抬，然后讲咱来食。来欢喜，伊讲我这个囝死有搁活，失了有得到，因着三甲欢喜。所以咧，这咱看到犹太社会吼，因的牛条内拢会饲一只足肥、足好的好牛来创备办有一天若要紧的人客来，要抬来请人客食的吼。我会记，我听一个老牧师讲吼，以前咧牧会吼。经济真歹吼，去探访的时阵，牧师坐落来，迄男主人吼，就甲因某讲，牵手的啊，紧的去咱兜鸭条内底，去掠一只上肥的鸭，抬来安那，吼，甲牧师分享，迄代表什么？迄对牧师的尊敬吼，就是咱看到犹太人因的牛条内拢有一只足肥嫩的牛。这就是特别伫特殊的场所咧招待人客，所以这老爸吩咐罗卜去抬一只肥的牛，代表哪？通过这啉食中间，显出老爸对迄个失落的囝儿迄个欢喜接纳，迄个看重意思。所以通过迄个宴席，显出老爸的心。老爸若无欢喜接纳这囝，当这囝来到伊面前的时阵哦，毋爱讲牛啦，连一只羊也无可能替伊抬。若老爸对囝是切心无真心用听接纳的哦，莫讲牛啦，连羊嘛无，对不对？所以显出这老爸的心。所以当这大囝对远大就听着厝内有迄个做乐跳舞的声。伊就问这罗卜，厝内发生什么代志？哪杂闹咧？这罗卜甲讲：你小弟来啊！你的老爸因为伊得到好好回来，所以抬迄只肥的牛啊。了解，好好回来呢，代表什么？这细汉囝回来，无亏脚半手，无破病，一丛好好回来伊面前。老爸欢喜啊！所以来
里面这细汉囝代表罪人受上帝拯救甲接纳。这个大汉囝亲像文经学书，亲像法利赛人共款。所以，然后咱看到，耶稣用健康甲破病常常做一个对比。你讲啥？以路加福音书第5章31节到32节，耶稣安尼讲：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，若是破病的人招着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招歹人来反悔。所以了解，这就是耶稣要甲因讲的。伊来毋是找义人，伊来毋是找勇壮的人，伊勇壮的无欠医生，义人无需要拯救，伊来找歹人。那安尼问讲，谁是歹人？咱拢是歹人，咱伫上帝面前拢是不义的人。拢曾经做歹，所以了这大汉囝看到小弟回来安那，会欢喜袂？无啦，圣经讲啊，大受气啦，过来咧，毋入去啦。伊老爸出来甲苦劝哦，劝伊哦，毋听啦。了解，你想讲大汉后生是去啥话啊？美国一个救赎主的长老教会，一个牧师叫做提摩太凯勒。提摩太凯勒牧师讲，伊伫迄个挥霍上帝这本册，伊讲啥呢？伊讲真侪信徒亲像这大汉囝共款，真侪信徒亲像大汉囝。上帝啊，我伫教会这热心，我伫教会做足侪服侍，我伫教会12奉献。上帝啊，你若无互我祝福，比人较济啦，会受气呢。啊是讲，上帝啊，我做遮尔好，我看起来我足敬虔呢。较互我拄着这，会反倒当伊会掠家己做义，来指控上帝，讲上帝对伊无够好，来认为上帝亏欠伊啦。所以了解，人常常用家己好行为，行得正派。认为安尼，伊是要得到上帝奖赏的方法。所以，当这种人伊拄着恶担当，拄着伊的祝福无比别人较济时，伊会生气。总是了解，咱的上帝毋是用好歹来论讲要互你的奖赏。所以了解，咱看到这大汉囝较对老爸讲：你看，我服侍你坐坐。毋捌违逆你的命令，也你毋捌互我一只羊仔，通教我的朋友三甲欢喜。了解，这个显出啥物？显出伊大汉后生自认做义啦，认为行得好。伊讲我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所以咱看到，伊甲迄一只山羊仔赢过去，迄个。放荡的小弟啊，伊看羊仔比因小弟较要紧啊，因小弟当然伊袂欢喜啊。因老爸互伊一只羊仔有欢喜无？欢喜啦。所以这个感觉到啊，这大汉老师抱着一个优越感。我偌好个咧，我行得正咧，我偌敬虔咧。了解，莫怪大汉囝，圣经讲啊，大汉囝受气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劝伊，嘛劝袂行，所以了解，这大汉囝毋爱入去，甲伊小弟、甲伊老爸厝的人啊三甲烦恼欢喜，是安那？这阿兄无用赦免的心赦免迄个捌放荡过的小弟，伊的阿兄嘛无用听来接纳迄个重新回头的小弟，所以了解咱看到。若无赦免，若无听，是无法度入去宴请。所以你有注意看无？迄食饭的时阵，你若甲啥物人无欢喜的时阵，你看迄人坐你啊，你会安那？这要食袂落，自动换桌啦，换桌你毋知？只要一桌，无隔壁佫一个，我当坐隔壁迄桌。我为什么坐袂落？
对心中无迄个疼甲啥物，就无法度三甲入宴社。所以了这食迄一顿，无说题目叫食迄顿对毋对？食迄顿中间若无真正疼啥物甲疼，是无法度啉食迄顿。所以了这后生转来，这老爸安那，佮番妇人安那，佮去叫规庄头的人来兜来超我宴乐。你会想讲，什么代志啊？明明离开的是阮兜的囝，为什么我叫规庄头的人来食？你有想过无？甲规庄头有啥物关系？无关系哦。有啦，较无关系。当伊的后生就惨伊因死分财产予伊的时阵，规庄头的人就看这囝是不好的囝，是会当用犹太律法用石头钉死的啦。种是安那，伊的老爸番妇老母去找规庄头人来入宴社，就是咧宣告我已经原谅我这个囝，赦免我的囝，接纳我的囝。所以恁遮的庄头的人，袂当甲看做一个罪人，恁爱接纳伊，亲像过去恁接纳伊同款，袂使阁用石头用罪定伊的罪啊。所以了迄个细汉囝入庄头的时阵，较袂用石头钉啊。哦，所以伊老爸替伊这囝做啥？做一个预防针，走到天下，伊的身份会恢复。所以了当咱还未信主的时，咱甲主做对着，总是咱今日通过耶稣基督的血牺牲，互咱安那甲天父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前咱甲上帝做对着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迄个牺牲啦，互咱甲天父恢复和好的关系。所以，马太福音书26章PPT 28节，咱做个读后一遍来。歹势帮我。这个是我的血，就是名誉的血，为着济人流出来，直到罪得到赦免。所以了耶稣基督，互咱甲天父恢复和好的关系。所以，当咱每一摆咧守圣餐的时，咱搁一个肯定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是为着什么？为着咱甲天父恢复和好的关系。当咱悔改认罪时，咱甲父恢复和好的关系时，罪就得到赦免。所以，另外圣餐是互咱确定上帝有赦罪恩典。悔改认罪就是咱向上帝的回应，所以当咱每一摆领受圣餐的时阵，牧师拢会讲，咱啉这饼，若啉这杯，食这饼，咱就要伫主面前认罪祈祷，就是安那。当咱甲父的关系通过耶稣基督恢复和好的关系了，咱家己本身爱通过认罪祈祷中间，咱有得到赦罪恩典。所以了一般社会人，你啉食的时阵是一顿饭尔，迄顿饭可能是上新的饭，迄顿饭可能是做生意的饭。总是了咱看这个老爸，看见这个细汉囝，转来到伊的面前，无搁计较伊的过去，无搁计较以前安怎违反律法，安怎咒惨伊的死。咱看到，这老爸嘛无咧计较讲，我互你的财产你开了未？你甲我开打无？嘛无计较，完全的接纳，互伊上好的衫穿，互伊挂手指，互伊下穿，显出伊对这囝的赦免接纳。爸仔囝关系好起来，相对来讲，这个大囝呢，看到这个老爸太羊啊，这宴社的时，不但拒绝。而且受气，代表这个大汉后生无对小弟的赦免甲和好，所以了今日咱的圣餐中，咱的纪念耶稣基督受定前一暝，伊通过杯甲饼
来，互咱得到下罪稳定，所以，互咱甲天父上帝会好好。所以有一个犹太领袖叫亚瑟因崔特，伊一本册叫做《与神对齐》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伫圣餐中，咱爱审察咱家己。如果咱审察咱家己，咱会除掉咱心中这唔对的物件，咱会当对主也得到医治。所以审察咱家己是甲上帝对齐的一个方式。所以今日咱通过甲主同齐道，咱恢复和好的关系，甲爸通过耶稣基督恢复和好的关系，咱甲主同齐道，通过咱的认罪，互咱的罪得赦免，互咱得到伊的稳定，咱三甲同心阿爸祈祷。是阮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通过今日早起主你的信息，互阮知影，阮食即顿饭，阮看到圣经记载，是恢复好好的关系，是用听来恢复迄个关系，嘛得到接纳的彼此。主耶稣，阮相信你为阮救赎，是互阮要对主你得到赦罪稳定。愿主你施恩祝福，通过阮正人的祈祷，互阮成做蒙恩的经历。阮以主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36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三口照饼，正做一体，大家三听，隆重年杯，同月兄弟姊妹。我的安稳，我若相信，拯救大有，万众人爱，随便我心，参我家庭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讲伊的人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，我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干。就近我的，我断无弃绝你。”所以所听的兄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捌对主施有，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奉擘迄暝，摕饼，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盘杯讲，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呢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伫还未咱领受主为咱备办的圣餐的进前，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。阮谦卑恳求你，找圣神来审判阮，也审判这会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得到帮赞，会当成做你属灵的朋友。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光你的名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请咱同工来服侍。谢谢。欢迎你已经说咧，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主同一道。当咱领到主的圣饼的时，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祈祷，免得咱食家己的罪。当咱摕到咱手中咱的长老分予咱的圣餐，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主同一道。伫你摕到的时，咱伫主的面前认罪祈祷，免得咱食家己的罪。另外咱这手中的饼，咱就爱掠开这塑胶袋啊吼，然后咱掠开了，咱来备办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咱着行呢来纪念你。伊按等一个长老的旁边，互你，咱即马是为着疫情关系，咱用一个较简易性的迄个杯吼。所以这杯头前只有一个土一块，咱着对顶悬啊设立甲掠开，咱着会当来领受吼。咱请同工来服侍。
现在咱先甲听开吼，咱等者要领受，咱较会当马上小心的撕开就可以了，很温柔的把它撕开，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法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大家会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平安，甲恁伫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也知影，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跟我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作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了后，通荣光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妹，咱继续来念头啊圣诗第3节，是咱咧念的时，咱来备办来奉献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伫遮感谢你，帮助阮会当一心一意来爱你，帮助阮甘心奉献。伫事工上，阮会当尽家己的气力，也求你赐互阮信心、疼心、疼厝边，亲像家己，也互阮有限的奉献，会当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，会当帮助搁较侪的人。阮咧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祝福陈恳，圣诗391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来祝。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、甲保成手。愿祝你上帝白子圣神恩典，惦念对念，对时
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闭会。